悠悠啊，悠悠来这个悠悠。阿妈，什么代志啊？来咧来咧。哇，阿妈，你哪会买遐尼济挂菜啊？是阿妈买的啦，啊，着隔壁迄个阿美啊，讲因兜带着婚林吼，转去因兜，因家己种摕来送我的啦。阿妈，安尼毋着逐工食挂菜饭咯？公孙哦，阿妈才袂逐工互你食挂菜饭。你看阿妈到这天72变，我要甲伊变做拍菜。拍菜？阿妈，你敢会晓做？我当然会晓的啊！我顶摆细汉伫个庄脚吼，阮阿母吼讲迄个挂菜若当出的时阵，根本就食袂起，啊，所以哦，阮阿母都拢嘛甲伊做拍菜。哦，食咧规年哦，伊讲这个手艺若无教咱吼，啊后摆也就失传啦。所以即马换阿嬷要教你，家主一家，姓刘家财万贯。阿妈，这啥物意思啊？就是讲手艺爱新传就对啦。嘿啊，你看，这吼就是阿嬷旧年做的啦。旧年做的？对啊。安怎？敢袂当食？哎呦，你有够空的呢！什么月龄要食？你闻看卖咧。哇，足芳的呢！是啊，芳讲讲，这最天然的，拢无防腐剂，敢若靠日头晒干尔。煮猪肉啦、炒笋啦、煮汤啦，哦，拢偌好食。阿妈，听你讲到无食会流嘴满水，你紧来煮啦。好啊，今仔日来煮一个拍菜料理。好，来煮。来煮。都要注意看哦。好。咱开始要卤肉吼，这拍菜小可洗水一下就好啊，因为这咱拢要拍到洗真清气啊。即马火先切互伊刀吼，啊拍菜爱先炒互伊香味吼走出来，吼，安尼爱先炒，毋免放油哦，先甲伊炒一时啊，吼有无？有无？放菜味走出来对无？吼，啊，即马开始吼，开始了后，即个五花肉，吼，看人喜意要食啥物肉拢会当，也是要掺山珍肉嘛会当，啊，咱是用五花肉、梅花肉，吼。香粉，吼，有香粉掺一点啊，莫掺伤济哦，掺伤济会苦。哦，这香遐溜袂溜哦。你爱注意看，注意看。炒甲好，即个肉吼，爱有安尼揪起来，吼，煮甲伊个肉互伊揪起来，啊，再来下豆油，才会香。啊，下一撮仔盐，过来，这就是冰糖。差不多3克，吼。你在倒水了啊？这汤有无？看起来应该倒出来。差不多吼。酱油，这是欧美的酱油。你家己要煮的人爱注意吼，看下偌济，
我是拢搁下一个酱油膏，较袂遐死咸。米酒啦，若是无咱就用口买的米酒就好啊。扛起来，互伊滚起来的时阵吼，拉拉的。咱用红葱仔头，用猪油甲伊夹起来。下起来扛，若要用就有。若是无这，咱就爱用这轻芳。即摆我拄则无用这，我要用这，咱就即摆甲较一寡落去，安尼伊才会芳。伊拢做啥？悠悠啊？有。你无紧来看哦，你都学袂着啊哦。哦。因都爱互你食哦。乖。来边仔，互伊看看我去卤。阿妈，啊，放的愈好食吗？愈放伊是会色水会较无遐水啦，是袂讲愈好食，同款伊袂变质。当伊烧酒我讲愈久愈好啉。安尼，放咧食，慢慢互伊卤。炒笋啊，笋啊吼，因为你若笋啊要煮泡菜吼，你泡菜爱先泡水，因为这滚爱滚较久，伊毋免泡水。你若炒笋啊炒，这爱先泡水，互伊软一下，洗一下泡水，这水毋好倒掉，才有味，无你会无味，吼。这三层肉爱先放落去，吼。炒好香。姜丝吼，这就是辣椒，这无辣的辣椒，但是做色较好看。这泡菜同款拢爱先甲伊炒者，炒互伊芳者。这水吼，甲伊平好打，落去炒，炒互芳者啊，看下这水要用哦，看下这水也掺落去。酱油香，就是炒出来就倒出来哈。这水啊，再放落去。这水啊，买回来爱先烫水过，吼。这水啊，规年拢总有，你放钱。要煮拢是这笋啊，拢有当地，伊拢有真空的。菜笋啊，你若煮笋丝嘛用来掺，你若无掺咸菜嘛用来掺这，同款会当用掺笋仔冰。这个就好啊，吼。
拄则浸的这水。 煮发菜汤吼，同款爱向公司，这是三层肉，三层肉吼。 这吼唔免放啊滚，这泡菜就会当放落。这要煮汤的。这泡菜吼，拢爱掺一点仔，掺一点仔糖油，淡薄仔酸味吼，啊掺一点仔糖油会拢好掉，会感觉较过味，知无？啊，莫下甲知影讲亲像咧掺糖安尼哦，你即马滚滚啊。